白河木架楼17号的南天宫，伫农历春节期间举办爬杯比赛，起名9,000的信众前来。经过初赛，总共有6位爬出杯的神杯。庙方日前举办决赛，其中4位伫个比赛前就答应，如果爬到货柜厝，会将关落庙方来作为办公室。最后由银行界的吕信辉爬出3个神杯，得到上大奖的原木货柜屋。我捌爬过啦，就爬来讲，啊来，头一个八杯，头一个。嘿啊，就安尼伊就讲，安尼你可能爱个 PK 就真正今来个 PK 啦伊有咧讲因为伊若讲一杯伊要搁灌1万出来，要互阮等于做价位啦我讲不要紧，我上好是跋较济杯我做这钱搁灌出来咱千岁，互伊照顾着咱庄内遮的老大人，也是一寡咱迄个弱势团体弱势者来遮因为咱主委伊嘛迄落互迄个本府千岁大发神威。这座货柜屋内面是原木来装潢，造价大约36万。不过爬到的人必须要家己请人载运。陆先生表示，因为住伫个北港，加上从来毋捌参加过爬杯的比赛，这届幸运得奖，伊也将货柜屋来关落庙方作为办公室使用。台南新闻综合报道。